人手一机，资讯爆炸的时代，真假消息满天飞，如何接收正确资讯是所有人都要思考的一件事。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，手机的通讯软体常常会收到一些名人推荐或者是防疫秘方的文章，为了提醒亲朋好友，是不是马上就想转传出去呢？但这个时候，其实应该要先停、看、听。威廉王子公开比中指，这样子应该很多人就是观众看到这个标题就会想点进去看。可是这时候呢，我们再转个方向，大家看这，刚刚是比中指哦，转过来了，是比啥哦？嘿，是刚下车，然后甲媒体讲，阮家的某，阮的王菲生了第3个小朋友。接收资讯，除了要先修淡积累、停看听以外，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宣导团队也整理出了查核8步，包含了解资讯来源、查核作者是谁、检查发布日期、摒除偏见来分辨、详细阅读内文、佐证资讯可信度、内容是否太夸大，以及向专家请教等步骤，教了大家轻松辨别真假消息。实用的课程让参加的社区民众全都收获满满。都像一些尝试啊，防疫的尝试，还是被诈骗集团骗走。有一些新闻我们要自己判断正确，不要盲目的看什么新闻你就认定它是真的新闻，要自己有判断能力啊。今天这个课程设计得很好，然后可以让长辈们知道一些讯息是如何去判断真的跟假的，因为现在讯息太多了，然后真真假假一大堆，可以让长辈可以简单的判断出真假，这样让长辈受益良多。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宣导，所有的课程全都是免费，而且为了增加民众学习动力，也在活动中准备了精美的抢答礼，送给答题答对的民众。中嘉宽频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总经理陈建春，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、学校机关踊跃洽询媒体识读免费报名专线06-281-5194转8516许小姐。媒体识读赞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